咱喊话哈利路亚的时阵，就是咧提醒咱众会友，提醒咱家己，伫这个时阵，咱就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其实哈利路亚的本意就是提醒众人讲，恁着学乐敬拜这位上帝，因为伊是全能的主，是咱性命的主宰。感谢主！伫过去咱无用一礼拜的中间，伫这个时阵，咱才倒来伫圣殿的内面，咱要做伙来学乐咱这位主爱、充满稳定的主。然后嘛，就亲像主耶稣所甲咱讲的，见那背劳苦重担的人，就就近我，我要互因得到安息。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是生命，是道路，是咱的拯救，是咱唯一的盼望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咱邀请咱各位咱众会友，咱大家做伙起立。在咱要开始敬拜的时阵，咱先邀请咱每一位举起咱的双手，咱来欢迎圣神临到伫咱的中间，咱做伙来讲：圣神我欢迎你，圣神我听你，圣神我靠无你。阿门！感谢主，求圣神即时临到伫咱的中间，伫咱的心内加做咱上大的帮助。伊要伫咱敬拜咱这位至大至权的主的时阵，伊要互咱的心、互咱的灵得到兴旺。阿门。这个时阵，咱要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，咱要做伙来祈祷。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愿的日式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。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咱伟大的主所有，所以咱就降服伫伊的面前，这是咱用高调的心，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。阿门。咱做伙拍鼓仔来敬拜。万国的你，你是。
平安主爱下面，咱将一切荣耀归伫咱的主。咱的主是荣耀的主，因为伫咱显现伊至大的主爱甲恩典，为着要互咱活可以伫咱伫世间的日子，通得到平安，得到祝福。咱搁一遍搁较深来用这条诗歌来表明咱的信仰。做伙来念。你是荣耀的君王，你是和平的主，你是天地万民主宰，只有你神的公义，你在龙里归落，敬拜尊重你，因为你有永远的道路，你是主耶稣基督。咱对头。你是荣耀的君王，你是和平的主，你是天地万民主宰，只有你神的公义，你在龙里归落，敬拜尊重你，因为你有永远的道路，你是主耶稣基督。好山那归你大地的行事，好山那归你万龙的王，愿荣耀归你只管上帝，耶稣是弥赛亚。好山那归你大地的行事，好山那归你万龙的王，愿荣耀归你只管上帝，耶稣是弥赛亚。是的，咱的主基督耶稣是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咱的救主，是咱这世人的救主，咱就独独活可以。咱兄弟姊妹，咱有安尼的确信啊无？阿门。因为咱的主就是这样主爱，这样有丰盛的主爱伫伊的内面。伊讲伫伊的正手有福禄，咱就活可以。咱搁一边来笑的时阵，咱举起咱的双手，咱用咱的专心，用咱的专人来敬拜咱这位上帝。你是荣耀的君王，你是和平的主，你是天地万民主宰，只有你神的公义，你在龙里归落，敬拜尊重你，因为你有永远的道路，你是主耶稣基督。咱举起咱的双手来宣告。好山那归你大地的行事，好山那归你万龙的王，愿荣耀归你只管上帝，耶稣是弥赛亚。好山那归你大地的行事，好山那归你万
因为主，阮知你是独一真神，是阮性命的主宰，是阮的弥赛亚，阮的救主。主啊，若毋是我伫你，阮袂会做啥物。当阮失志，当阮拄着挑战，当阮软弱的时阵，主啊，阮知阮毋是孤单，因为主你用双手扶持阮，你要带阮行伫这条稳定的道路的顶面。当阮跋倒的时阵，阮知阮无跋倒伫主你的双手的外面，因为主你亲手插阮伫主你的手中，你将你的福乐，将你的稳定满满祝福伫阮生命的内面。你也要竞选阮，成做你祝福的管道。主啊，阮将阮全人全心交代伫主你，主你要引带阮，你的圣神时刻甲阮伫地。阮也将阮教会有每一个人交托伫主，主你要引带阮。你是我的主，带我行伊的路，远山也是深的，拢有你在保护。独独只有你，听我个人望我，永远无变的应允，一生的路充满祝福。你是我的主，带我行伊的路，远山也是深的，拢有你在保护。独独只有你，听我个人望我，永远无变的应允，一生的路充满祝福。一步搁一步，这是稳定的路。你的疼，你的手，抓着我无放落。一步搁一步，这是远望的路。你的疼，你的手，行我这人生的路。一步搁一步，这是稳定的路。你的疼，你的手，抓着我无放落。一步搁一步，这是远望的路。你的疼，你的手，甲我行这人生的路。兄弟姊妹兄弟姊妹，这个时间是咱祈祷的时间，因为上帝赏赐咱有祈祷的权，有祈祷的权柄，因为靠着主，咱要成做祝福的管道。伫这个时阵，咱要为着咱的世界，为着咱台湾这个岛屿，为着咱所生活的环境，因为伫肺炎疫情这个轻息的下面，主咱每一个人拢拄着惊吓，恳求主保守咱。咱要为着咱这个岛屿来祈祷，也伫今仔日特别，咱要为着咱教会小组，要为着国民小组来祈祷。咱国民长了，咱请咱亚就咱国民小组的小组员也伫咱的头前，伫咱正手边头前遮的所在。咱每一个人，咱即时来亚开咱的正手，靠着主所赏赐予咱的权柄，咱为着咱的岛屿，为着咱的国民小组，为着咱教会的发展，咱做伙来祈祷。这是咱出声来祈祷。主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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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阮献上阮的祈祷，因为主，阮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这个台湾的社会。主啊，阮虽讲知影，伫这个轻息的下面，阮每一人惊吓无平安。主是主，阮靠着主你所赏赐阮，你相信伊在阮伫你的保护的下面，互阮每一个人有平安的心灵。当然，我靠主的神，主啊，阮也为着阮国民小组献上阮的祈祷，因为主，阮看着国民小组的所做水的工，行伫主你的下面的时阵，主你要大大祝福伫这个小组的顶面，主啊，你要互伊每一个人无提到教会，有满满主的福利。
上的天父上帝，主愿感谢你。虽然伫喜宴疫情的倾息的下面，总是主愿靠着你悠然得胜。主啊，阮每一个人徛起伫主你的面前，阮知阮的心、心灵，拢通对主有满满的祝福，因为主你平安健康的灵陪伴阮，成做阮上大的夜早保护。阮也恳求主你继续引带阮台湾这个岛屿，赏赐阮，互阮执政者，互阮的领导者有对主来的智慧甲听心，领导阮通行伫平安安稳的道路的顶面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阮教会国民长老所引出国民小组来祈祷，阮献上阮的感谢，因为主阮所看见，因伫这个小组的内面所做水的工，是出自主你所水的旨意。主啊，恳求主你大大祝福伫这个小组，伫小组长，伫铁三角同工，伫每一个小组员的中间。主啊，你要引带因，互因每一个人的生活无滴到欠缺，独独有主你满满的恩典祝福，要临到伫因，也要临到伫因整个家庭家族的下面。主啊，伊要真做伫阮永光教会内底上水的见证。主啊，求你保守因，求主你大大使用因，求主你祝福伫因的成长。主啊，阮也为着阮永光教会来祈祷，互要来的暑假的中间，阮有最的事工，有阮底选伫屏东的教会，阮要来主办阮的底选。求主你也保守阮，互阮保守阮每一个同工，通伫主的下面得到引带。主你用双手扶持阮，阮就整个台湾岛屿，阮永光教会每一个正同工会友拢交代伫主，求主保守看顾。阮安尼祈祷挂着权柄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主伫这条人生感恩的路顶面，伊真做咱的保守，真做咱上大的望甲帮赞。咱就将咱专心、专心活靠咱的主耶稣基督。咱将咱的仆个声归乎献一切荣耀给咱的上帝，堪用愿咱的敬拜，真做香香的祭献伫伊的面前。阿门。